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睇下做中學老師可以買到咩樓。根據教師職級表，中學學位教師月薪35,080蚊至81,510蚊。用經絡按揭計數機就計到，如果新入職老師人工35,080，仲要有36萬首期，佢可以供大概360萬嘅樓，供30年就買到例如天水圍新樓開放式單位。如果做咗5年，目前人工係44,765，月草1萬乘以5年，有60萬首期，佢可以供大約574萬樓。例如日出康城新樓一房單位，如果做咗10年，目前人工係56,450，月草1萬乘以10年，有120萬首期，佢可以供大約768萬樓。例如啟德新樓兩房單位，如果中學老師升職變做高級學位教師，起薪點係82,330，當佢有150萬首期，可以供大約1,050萬嘅樓。例如日出康城3房單位，如果再升職做中學校長，可以供大約1,200萬嘅樓。例如荃灣3房單位。想知道更多按揭資訊？ Follow 我哋經絡按揭，有任何按揭問題都可以揾我哋免費查詢。